大家好啦，咁今日想分享一個故事咧，就係阿龍真真居士咧，咁嗰陣時就分享一件發生喺1983年嘅事嘅。佢就自己81年咧就喺金輪寺咧就皈依上。咁呢個咧就係講咧就大概呢個就係講1983年嗰年啦。咁佢啱啱咧就喺夏威夷就搬到洛杉磯啦，就同佢嘅即係契爺契媽就一齊住啦。有一日咧，佢嘅契爺契媽咧就決定咗咧去美墨邊境嗰度咧度假。咁咧，但係咧佢由於佢嗰陣時嘅證件咧係唔可以離開美國嘅。咁因為咧如果咧走咗咧，可能入唔翻境，咁所以佢就同佢講啦。但係咧佢契爺契媽咧就話：你有夏威夷口音嗰度嘅嗰啲邊境官會認為你係夏威夷人，咁咧即係翻美國應該冇咩問題嘅。咁於是咧，佢嗰陣時年少無知啦，於是咧就跟住佢哋就去咗墨西哥嗰度玩啦。咁咧，但係咧，當佢哋要翻去美國嘅時候咧，就喺一個邊境嗰度佢就俾一個邊境官截咗落嚟，要查佢嘅證件啦。但係咧，因為佢就聽信咗佢契爺契媽嘅講嘅嘢啦，所以佢乜證件都冇帶。咁跟住咧，嗰個嘅檢察官就叫佢落車啦。咁就叫佢契爺契媽自己翻去拎翻佢啲證件翻嚟，再接翻佢啦。咁跟住咧，佢就帶咗佢去個檢察大樓嗰度啦。咁佢當時咧非常之驚啦，因為咧發覺咧入面咧其實就好多老墨啦，即係墨西哥人啦，都係冇證件嘅，想即係叫非法入境去美國嗰啲人，就好似佢咁樣啦。咁跟住咧就話咧，當佢喺度等嘅時候咧，跟住就喺度等佢契爺契媽將啲證件拎過嚟。但係咧，因為佢其實咧係個證件係唔可以離開美國，佢都唔係好肯定咧，就算拎翻啲證件咧，佢哋會唔會俾佢再入境翻美國嘅？當佢出咗境嘅時候，但係咧佢都冇辦法啦，咁唯有咧就坐喺度就繼續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啦。咁咧就於是咧就觀想觀音菩薩就企喺雲端，就咧幫助佢咧就出嚟呢個咁嘅困境啦。當佢咧喺度觀想嘅時候咧，佢喺度就同觀音菩薩講：佢話如果我命中咧注定咗係要留喺美國咧，咁咧觀音菩薩一定會幫我離開嘅。但係如果我要都係要俾人遞解出境送翻去台灣咧，咁我都咁就都唔會後悔嘅。咁樣咯。正當佢喺度坐緊嘅時候咧，不停同觀世音菩薩祈禱嘅時候咧，突然間有一個邊境官就走過嚟就問佢，就話啦：晚餐時間到咯，你餓唔餓啊？咁跟住咧，佢就係啦，跟住咧佢就答都肚餓啊，想食少少嘢。咁咧佢又好奇怪，呢個邊境官對佢真係特別好啊，因為有好多人一齊坐，但係佢就只係問佢一個。咁咧跟住咧就有一個墨西哥嘅後生仔啦，咁聽到邊境官問佢咧，問佢肚唔肚餓呢樣嘢，咁佢就順手就問佢可唔可以俾佢亦都出去食嘢啊？咁咧因為咧邊境嗰度咧就話咧一邊就係美墨邊境嚟嘅嘛，一邊係美國，一邊係墨西哥啦。喺美國邊境嗰度有間Burger King 啦，漢堡包王啦，另一邊墨西哥咧就有一間墨西哥餐廳。然後咧佢就問個檢察官話：我可唔可以去嗰間 Burger King 嘅漢堡包王嗰度食晚餐？跟住咧嗰個檢察官就同佢講話：你真係聰明啦！如果我俾你過咗去嗰度，咁等於放你自由啦。但係咧，佢當時咧諗點解佢唔可以俾佢走咧？就因為咧嗰個墨西哥人咧一路都跟住佢，所以咧嗰個嘅時機就唔係好成熟啦。然後咧個檢察官就話啦：你都係去墨西哥嗰邊去食啦。所以咧
因為佢唔識墨西哥話嘅，但係咧嗰個墨西哥後生仔咧就因為跟住咗佢，所以咧亦都幫佢點咗份咧墨西哥嘅餐啦，俾佢食啦。咁跟住咧個檢察官就同佢講：你食完晚飯之後咧，就去向佢報到啦。咁咧跟住咧就特別點明，佢只係可以揾佢，唔可以揾其他人。咁所以咧然後咧佢食完飯之後咧就翻去啦。咁就樓下咧就見到呢位檢察官啦。咁咧跟住咧佢就叫佢上樓等佢幾分鐘。咁嗰陣時呢個墨西哥後生仔一路都仲跟住過佢嘅。咁咧但係咧當佢喺樓上等咗幾分鐘嘅時候咧，檢察官咧就落咗嚟啦。咁跟住咧就叫佢咧去一間小辦公室。咁咧嗰陣時個墨西哥咧人咧仲想跟住，但係個檢察官咧就唔俾佢入去啦，就叫佢喺門外等。咁當時咧佢有啲驚，因為一個女仔，佢嗰陣時就好後生。咁咧就話咧入去見到一個嘅移民官，唔知會發生咩事啦。咁然後咧當佢入咗嗰間辦公室嘅時候咧，咁咧然後咧佢哋嘅檢察官就叫佢坐低啦。咁然後咧就問佢你有冇錢啊？咁跟住咧佢以為咧人哋要收賄款，咁先至可以俾佢走。於是咧佢就講咧因為佢其實係冇錢嘅，咁所以咧佢就同佢講咧話咧，如果你俾我走咧，我契爺契媽一定會俾錢你噶，佢哋係醫生嚟噶，好有錢嘅。咁咧跟住個檢察官咧就話啦，咩意思？我係問你，如果我放你走，你有冇錢翻屋企？咁跟住咧佢一聽到佢肯放佢走就好開心啦。跟住咧就話我可以搭的士翻屋企噶。咁咧跟住咧嗰個檢察官就話：咁夜你一個女仔單獨坐一架的士好危險嘅，我帶你去嘅公車站，你咧就去坐巴士翻屋企啦。咁於是咧佢就話：哦，咁好啦。咁於是咧跟住咧就個檢察官就同佢講：佢話我而家放你走，但係你一定要照我嘅指示咧去做。咁咧當你落到樓嘅時候，你就要穿過個大廳咧，大廳另一頭咧就有個門。出咗門之後咧，你千祈唔好回頭咧揾我，你一直咧走喺嘅前面咧就有棵樹，你咧就走到樹嗰邊咧就唔會俾呢棟建築物咧嘅人見到噶啦。但係你記住唔可以回頭揾我，我會去接你。咁於是咧佢咧就嗰陣時咧就唯有照檢察官教佢咁啦。嗰陣時天色咧已經係開始夜啦。咁當佢走出去嘅辦公室嘅時候咧，就非常緊張啦。咁咧於是咧就好小心咁根據指令咧，就去到嗰棵樹嘅另一邊，咁等呢位檢察官。咁過咗幾分鐘之後咧，跟住咧就話咧見呢個檢察官就揸住架車嚟，就接佢，叫佢去佢嘅車度，然後咧就送咗佢去個巴士站嗰度。咁跟住咧到咗巴士站啦，佢咧就問呢度有冇車可以去到洛杉磯啊？咁跟住咧就話佢個小姐咧就同佢講有啊，已經係最後一班啦。咁跟住咧就話啦，然後咧佢就問佢幾多錢啊？因為其實佢身上冇乜錢嘅。跟住咧嗰個小姐就同佢講：呢班最後一班車有半價，係啦。咁咧就話咧然後咧佢就好驚訝，連巴士都會做折扣嘅咩？咁於是咧就好驚訝，跟住咧就喺個銀包度咧就拎晒佢身上嘅錢，先發現原來佢就係只係夠錢搭巴士啫。咁於是咧佢成副身家咧就用咗嚟買架半價嘅車飛，覺得咧真係簡直咧不可思議。咁然後咧佢咧就又買到飛啦，跟住上車啦。咁跟住咧就話咧聽到移民官咧就同個巴士司機講，喺聖地牙哥咧，即係 San Diego 咧去洛杉磯嘅路上咧會有一個移民局嘅關卡，到時你話俾佢哋聽咧，呢個女士咧已經通過咗檢查，唔使再檢查佢嘅身份啦。
咁啊，跟住咧就話，然後上巴士之前，佢就問咗呢位咁好心嘅檢察官咧，佢名啦，同埋個電話啦。然後咧就話咧，又話咧，當佢翻到屋企嘅時候咧，佢一定會叫佢契爺契媽嚟打電話嚟多謝佢。咁於是咧，佢就俾咗佢個名啦，同埋個資料啦。然後咧，佢就好開心咁同佢咧揮手道別，上咗巴士啦。咁跟住咧就走咗啦。咁覺得自己非常之幸運啦。咁就咁樣咧，就順利翻返去美國啦。咁當個巴士咧通過關卡嘅時候咧，又好奇怪喎。咁嗰日嘅關卡就冇就閂咗，所以個巴士咧亦都唔使再經過審查啦，就直接咧就飛咗翻去洛杉磯。咁然後咧，因為洛杉磯落車嘅巴士站咧同佢屋企有啲距離嘅。原來咧佢可以咧原本佢嗰張巴士飛竟然咧仲可以係啦，仲換到翻屋企嘅一程巴士。咁唔使再拎買飛喎，簡直覺得真係不可思議。到咗離屋企佢契爺契媽屋企最近嘅巴士站已經係凌晨3點。跟住咧佢想打電話話俾佢，叫佢契爺契媽嚟接佢，但係其實佢已經冇錢啦。於是咧佢就用一啲即係最老土嘅方法啦，就喺啲嗰陣時就係入銀即係銀仔嘅電話嚟嘅。佢就喺人哋嗰啲退款口嗰度咧，就揾一揾睇下有冇有啲錢。竟然咧就係真係觀音菩薩保佑佢就摸到咧1毫子，啱啱就可以夠佢入個 coins 嘅電話咧，就打翻屋企。跟住咧個契爺契媽凌晨收到嘅電話咧，覺得非常驚訝，佢竟然咧可以咁樣通過咗邊境咧。一個人係啦，仲搭埋巴士翻屋企添。跟住咧，佢咧真係完全難以置信。跟住咧就話過咗之後咧，佢同個契爺契媽講咗呢件事啦，就係有個好好心嘅邊境官就放咗佢翻嚟。跟住咧就佢契爺契媽咧就話就打電話去想多謝呢位邊境官。點知打電話先發覺根本冇呢個邊境官存在，所以咧佢咧就覺得咧呢個咧就係話咧呢個簡直咧就係觀音菩薩啦，就幫佢啦，就好似上人講大悲咒有阿世音一樣啦。就話咧可以即係去幫助一啲即係有需要嘅人啦。佢覺得呢個咧感應故事咧係非常之神奇嘅。亦都真係非常之有趣。你念南無觀世音菩薩，你念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也念你，彼此互念，也就好像你想你的親戚，你親戚也就想你。俺們和觀世音菩薩是無量劫以來這個法眷屬，法親。所以俺們想俺們這個親戚親兄弟，俺們兄弟這哥哥在那也是想弟弟，俺們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弟弟，觀世音菩薩就是我們的哥哥。俺們說觀世音菩薩怎麼會是我們的哥哥？那不是太高攀了嗎？不是，觀世音菩薩不但拿我們當弟弟，拿所有的一切眾生都當他的弟弟。要不然的時候，他為什麼要尋聲救苦呢？他為什麼要所有的眾生有什麼困難他就幫助呢？他就看一切眾生是他的手足一樣，是他的骨肉，所以他才這樣不怕一切的困苦艱難而來救度我們在這個娑婆世界這個苦眾生。我們叫一聲觀世音菩薩里邊包含就是哥哥。
观世音菩萨就叫一声俺们这个未来的菩萨，未来的佛小弟。你要能这样看，念观世音菩萨更应该呀诚心，更应该呀亲切念的，就像念我们自己的兄弟一样。你要知道尼罗可，你看呢和观音菩萨的看法不同。观音菩萨是看里边，你是看外边。观音菩萨他看他自己的自性，他自性和每一个众生都有个电波，都有个瑞达，那么他看他自己这个电波和瑞达，就知道一切众生的要干众心，这个众生打什么妄想他都知道，他往里边看他那个电波和你看的不同，因为众生有的离他很远，如果要是虽然千手千眼，但是看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也不够用，也看不过来。那么他回光返照，反问自性，那么看自己的自性的众生，那么哪一个受什么苦了，他就去救度这个众生。你看你是向外看把自己根本的智慧就忘了所以你这个看和他那个看不同的所以各位不要忘了自己这个法兄弟。咱们这儿一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也就念我们了。